唯有打破这4大的这个，我们才有办法去做到什么创新，共同来风险共担，长期合作，建立这个长期关系，而不是短期。我们要从一个普通的一个可能是3层开始，达到什么？可不可以在马来西亚成立一个云南大健康产业园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这是一个长期的合作，不是一个短期的。如此，我们才真正能够做到永续成长，不是短期的。3不联动